心甘乌行，将有代做客听，不惊予人看，讲着爱的心痛，天顶的星，紧紧地看，将艰苦的情条路留予我行。我心情你知影，我一生等待无看，也无心情，搁忍耐着孤单。爱是一款命，消息嘛无较早，情是一句话。
就算，为怎样你变爱变我？我想袂晓，有你哪会这虚华？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，石头的路，请你爱相信我。最后的结果也是无法做，人生行真大，庸庸一岁忍不担，上好做是莫甲我。大声一点！楼上的朋友，只有小情了解我。你们太棒了！谢谢大家晚安，大家好不？哦，真有元气！哦，我拄仔穿这件衫吼，小可白调的，安怎？你敢听有？啊，总讲一句就是真感谢啊，会当过来甲我捧场，吼。啊，我想讲进前这2年吼，啊嘛真侪人来甲我看，啊我想讲，哎呀，安尼是大家会看了有羡慕，会不会看腻了？会不会？真的不会看腻哦。我若个唱30年，你敢会过来？真的不会。啊，真经就烦恼，就烦恼。不过看到遮尔侪人来甲我捧场，真经大家拢足听阿辉啊，所以我真经足甘心，足甘心的。再次甲大家讲一句多谢。那么刚刚那几首歌都是比较慢的歌，那我想这样子好了，我来换一套衣服，因为我想接下来唱一些快歌，让台下的观众也嗨一下，所以呢，我想换一套衣服来，那我们请他们我在舞台顶往互恁看啦。他电话当甲拍开哦。你敢知这是啥物景？无哪会害遐多人心狂花落？是一段上美妙的叹五叹五，咱拢袂结束。情爱是每个人上惊的功课，所以才需要双人做阵来学。两个人会当斗阵比缘故，较紧向大家宣布。啊哈哈，坦途，虽然是有心，也有心。
这是啥物幸福哪会害遐多人嘴笑目笑，像一段上乌妙的叹五叹路，甜蜜的招呼。情爱是两个人上水的错误，千万种考验才来变成旋石，期待咱行过过去彼段风雨，换来是一种骄傲。啊哈，叹路，虽然是有时阵头，有时又头无奈何。啊哈，
谢谢各位。啊，这个衣服真是重啊！你知道穿那个很重的衣服在唱歌，那个气其实是提不上来的。还好，我歌唱得好。拍谁啦？因为找无话通我讲。我想接下来要唱的这几首歌是跟亲情有关系的。来听这首《戆阿嬷》。
双江湖的艺人，安尼你敢也会知影？阮伫咧外头真正打拼，不敢来耽误当时的酒泉，回予你真正头前的问题。谢谢。无风的时阵，你写一张花，甲心内的话讲出，予我知。内面有你的笑容，有你的目屎，也有你纯情的爱。无风的时阵，你牵一条线。点点甲你我彼边交予我，看着你着袂孤单，我的心情你知影，风吹来一阵一阵的温影。你是一只飞来飞去的风吹，亲像只海路随风自由飞。
一线你袂过一领又一领，有一天你会看见这个花花世界，敢是你藏在心内的愿望？有一天你会看遍这个花花世界，敢是你藏在心内的愿望？谢谢。无论你是住庄脚，还是住都市；无论你是住山顶，还是住海边；无论你是早出生，还是晚出世，恁拢有同款的名字，恁叫做台湾的查某人。恁毋但名字拢相像，恁连命运嘛足同款。自出世，恁永远就排第二。人十甫囡仔若落土，是花头喜面，放炮喊恭喜。啊，若恁规家伙仔吐大气，讲啊，生甲一个查某囡仔屁。阮兜吼姊妹是一大堆啦，生甲我吼，我甲我讲好啊啦，所以我名阮就甲号就讲好啊啦，我叫招弟啊啦，我叫阮啊啦，我好做石啊啦，我叫做变啊啦。恁一生注定要服侍两家伙仔人，操烦不断，劳苦有存。查甫人定定该要出一支嘴，啊若恁拢着化身做18只手的观音。学生你无闲哦？无闲哦。啊你人哪无爱斗相共啊？啊，伊嘛咧无闲啦。啊你斗无闲？这野树仔较泡茶哦，爱交政府。为着要一家伙仔快活，所有的工课恁拢干，恁顾来搁顾外，责任双头担。好饭好菜，生互翁婿囝儿孙，家己甘愿菜尾菜长交饭吞。妈，你爱食鱼仔尾哦？我大汉以后会买鱼仔尾互你食，好无？谢谢。你每工比人较早起，比人较晚困，做好无人学落，有话要讲透开，煞定定互人嫌啰嗦。遮尔暗啦，厝诶拢无看人，你是走去佗啦？天是啦，你是甲谁去啦？你早人管遮济要创啊？喂，三更半暝厝内拢无人，你走去倒？加班啦！喂，你查某囝穿甲不三不四，你是袂晓管一个哦？你嘛帮忙，别人诶查某囝穿安尼，你著看到真爽快。大无人讲话，你查某人咧应付伊创啊？恁一世人三支香也上手，求的拢是厝内翁婿大细平安顺时。伫生命头前，恁毋捌提过家己的名字，只要别人会当看我，干呢就是恁上大的安慰。会记恁妈妈要留去进前，我捌问伊讲：妈，你一生拢为别人伫活，敢袂感觉一世人真毋值？我会记伊甲我的手牵咧，笑笑啊甲我讲：
你真戆，查某人连生囡仔遐尼疼都会当忍，啊哪有什么代志袂当牺牲？查某人啊！
真的唱了这首歌很有感觉哈。虽然讲我是无嫁，但是我会当体会到，像看较早阮阿公、阮阿嬷甲爸爸妈妈，其实因拢有吵吵闹闹，但是因的感情大概拢足好的。其实我今天看到大家，真的很开心。我也知道，我有非常多的这个女性歌迷哦，她们真的很辛苦。其中有2位，都是很年轻的，然后都要照顾2个小孩，因为先生不幸走了，然后他们的小孩子都还是刚出生。我们给这2位这个伟大的母亲掌声一下好吗？那么也非常感谢吴念真导演拍了这么好看的迷你电影。好，那么我想接着呢，为您安排这首歌曲，是我自己作词作曲，真高吼。那也加搞一些喏。大家知道什么歌吗？来，你咱调调，一起来听听，谢谢。
谢各位，谢谢。多谢。
对，不太像江蕙，对不对？不太像哈。啊，较大声。讲啥？啊，大家用机音那听有啦。啊，今天真的是想不到，一下子秀一个5场我唱完啊啦，就唔甘的呢。啊，真的，我真的好感动。谢谢。再加时长哦。好吧，就这样决定。不过小巨蛋已经没有时间了，等一下，这几个把赛，今天就唔甘的。好，真的今天要非常感谢所有来看阿辉啊的好朋友，多谢恁大家来捧场。阿嘛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同仁，他们也真的都非常的辛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也非常感谢今天一起演出的伙伴，谢谢你们。